你越唱越好，不愧是金曲歌后哈。上呢，亚动酱就是好听呐。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后来自己乱了套。让我有一股很担心你的想法。根本伊来讲哦，你几首歌曲的嗓音很辣的。好金贤呐。大擂台，闹热冲下来。各位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哈，我罗斯福。大家好，我係客家甜心。今天安尼魔王 PK 赛天一礼拜啦哈，上礼拜安尼来势汹汹啊哈，我想下礼拜哦应该没不容小关哦。错個，绷緊神經咯哈，大家變落去咯。所以安尼比賽之前介紹呢金牌评审团。大學欣賞，請各位欣賞。请司机先生，各位先生。啊，你逐礼拜吼比赛之前吼，唔免流行歌曲组做个传统组，前面做一个奖金挑战赛。发奖金。系啊，我发奖金俾安尼啊优秀的安尼小朋友的。今晡日现在位歌手我就抢奖金呢。唐讲相同系咧，但系定下嘅小阿妹哟。好，之前以前有来过安尼节目比赛过哈。佢唱有。系啊，一位安多乜嘅名呢？王怡玲。好。带来歌曲很多上瘾啊，嘿。依林，用依林，依林之前有来过你节目比赛过对吗？有啊。比到第多名？T 4名。T 4名哦。你之前的比赛时间，从来也哈看到唱歌的感觉冇咁样。唔知系咩？之前的比赛个压力较大，系嘛？
他敬重，敬重啊！看金美妮，哇，就好悠游自在啊呢。主要是妈妈哈，主要是妈妈给他的鼓励相当的。妈妈是啊。啊，你阿婆？哎呦 ，Oh my god！ 你再年轻。哦，阿婆按迄嗓子操的哈。好年轻哦，阿婆。像也做按甜哦哈，明明做阿婆还讲妈妈的。我客家甜心呢，怎么可以打坏我的招牌？哎呀。和阿婆阿公，係嘛？係把阿公。哦，阿公哦。唔較像阿公哦。係啊，車位咩？除了練歌嘅以外，有學乜嘅特別嘅才藝嗎？其實有學嘅跳舞。有跳舞哦。對。哦，所以你今日做安尼來，剛剛做相同風色咧。你跳舞沒？現在要當一個天后哈。哎呀，一定要是一個唱跳型的歌手，對呀、你唱歌可能就只是一個會唱歌的天后，你要像蔡依林又會唱又會跳，像阿妹又會唱又會跳，對吧？就是更棒的天后，好，所以好舞蹈真的是有用。講他壓力好大哦。他壓力好大。看一下，看他有沒有機會成為我們客家的天后啊？好，如果沒有就算了。沒有。不能那麼快放棄，再訓練啊！永不放棄，永不放棄，對不對？對啊，要堅持的心情，對，臉皮要厚。好，來。對啊，所以今天阿公阿婆都在這裡，好不好？為你加油。哎，而且我們跳好一點。你有加分題嘛？係嘛？帶着阿公跳，對不對？阿公要跳嗎？冇。那阿婆跳好嘛？冇。阿婆跳哈。好，他帶來蔡依林的《舞娘》。真的？旋轉跳躍嗎？不是啊。對。那是什麼？蕭亞軒的小蘋果。小蘋果。哦，他要帶來那個法拉利姐姐的法拉利的小蘋果了。不是啊。好了，人家淡出演藝圈了。好了，那看依林，哎，他的舞蹈練到怎麼樣？好不好？小蘋果來。種下一顆種子，終於長出了果實。今天是個偉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給你，摘下月亮送給你，讓太陽每天為你升起。變成蠟燭燃燒自己，只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獻給你，只要你歡喜。你讓我每個明天都變得有意義。生命雖短，愛你永遠不離。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怎麼愛你都不嫌多。紅紅的小臉溫暖我的心窩，點亮我生命的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就像天邊最美的雲朵。春天又來到了花開滿山坡，種下希望就會收穫。基本功還不錯。這個全民歌曲啊，這首哎呀，好，他恭喜你晉升為客家天后。這唱跳型歌手，哎，有機會就會成天后，好不好？對，加油，要有夢想。來，那談一下，哎，這位老師。好。你最近這個看到很多學生畢業小朋友。錯，不管喺國中也喺高中也喺大學同學最近哈，當然看到到。應該喺第一擺看到依林唱歌嘅哈。之前應該冇看過哈。有。還沒落。等一下，你是去整容嗎？為什麼大家都不認識你啊？沒應該講哈，聲音太假。啊。嘿，之前我知道依林就講。因為小朋友大了嘛，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佢比佢唱歌嘅時間啊，就知道佢有自己嘅想法咧。不管係動作，也係講唱歌嘅方式。唔過我希望漸漸越來越大嘅時間，你記得一開始來比賽嗰種心情還有熱情，對嗎？我知道還有一點當重要，你客家話講得很好，你都聽得懂嗎？是阿公阿婆教得很好，對不對？係啊，哈！你今日有啲舞台，就像羅大哥講嘅，你到底要表演冇壓力的，你就開始做得好好的表現自己。不管係家唱
几个歌曲，也还讲跳小苹果。小苹果真的我看了大概800万遍了吧。但是我觉得它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唱歌有时是没起的点唱歌，你加上你的跳舞，可能你在歌唱啊或肢体上面对你也会有帮助。好，按照看分数好，看其他的分数。今天奖金挑战赛有办法过关吗？来，王怡玲的分数。 94分，太少。高分，还得95分，才有办法过。唔当作伊无睇看俺的那节目咩？伊就会看到讲啊，按大分伊可以来报名。来，恭喜你啦！我看他脸马上变掉。啊？我一般来吓你。哎，你刚刚真的有这样子？有。好了，小孩子很好玩哈。来，颁发奖金3000块。哎，好，再回家。 3000有人有用。阿公阿婆。 很友好哦，阿公阿婆，我按友好的声音呢，真的要好好食啊嘞，哎呀，好好皮用，好不好？你要好好孝顺阿公阿婆。好，啊，加油！加油！啊，客家天后，啊，喊叫的就会牙哎。对。啊，那你先下台休息，好不好？谢谢你啊。 参赛者2杀1组，出签献出一名魔王了 PK。3杀当中分数最大的也係模他到88分嘅人搶死淘汰，香港強分就由評審先生開飛嘅片看慢人呀。好，玩樣第一組，林百賢唱水飛來到舞台當中。哇罗根兄，有默契。罗哥好，海军姐好。你好。你今天是怎么了？永春叶问。叶问是，家住永春捷运站，占地3.5坪，20年房贷还没有公设。就这样。所以不要乱看，我里面只有丁字裤，你不要。我从花莲来。 对呀，你这个女人从花莲来忘记穿裤子，是，哦，蛮巧的，有特殊的表演就差不多，系嘛？是，今天两个有变哦，但是还是要跟魔王拼一下了。对，魔王是最主要来激励2位的，哎呀，他还要需要激励吗？会不会太残忍？才第几集而已，就要派魔王来歼灭我们？我是怕你把魔王干掉，一个打10个是吗？对呀，对。 来，抽一下，给女士来抽。女士优先好。水飞抽一下，抽好。好，来。嚯，慢饮。刚刚那个小康老师说，哎，里面有没有直接抽到一张是直接淘汰？那这一集不够长不行啊，这一集会不够长。 直接淘汰。来，快来买，来。爆发力男生。刚出多的时间还看过看那个表情啊，怎么会是他？没讲起啊。因为我们有私下所以你们知道是谁？真的很恐怖，真的啊，真的很厉害。你会怕他？会。你也会怕他？当然会啦。哦，还好，刚刚有在他鞋子里面放图钉。 哎，说不定你放了图钉更激发他的。对呀，马上高一个 key 是吗？我们就是要让你们怕。糟糕。对呀，魔王来就是要让你们吓到的。刚猛还能开很多钱做嘛个样？让魔王出声一下，好不好？来，一鸣惊人。 It's my life, it's now or never. I gonna live forever. I just want to live while I'm alive. It's my life. 好了，多带一名爆发力男生，这个魔王到底是谁？请魔王出来！出来！哇！ 今天来参加当魔王，今天参赛者
唱的声音就好好的唱哦，俺们不用睡哦，加油！对，以前可是一直逼衰，一直逼衰，然后学生时期呢，保送到声乐组第1名。哇，声乐组啊！在国家音乐厅担任这个新秀的独唱。7加1的你从。嘿，新秀就是新人的意思哈。是的。哦，独唱新秀很多啊，但是就派你去独唱啊呢。是的。厉害，国家音乐厅呢。声乐呢。而且已经。Santa Lucia。不要这样子好了，你牙龈发炎。香港脚，香港脚，羊有羊，有了金黄就苦上。喂，不要这样子，一定还周信生的呢。哎呀，周信生。嘿，我今年拿到那样客家的新传师歌谣类的，歌谣类的。谢谢各位评审先生还有主持人，我就是参加这个比赛才有这个机会拿到。真的真的，是的。人家节目真的，每几下位参赛朋友出去，还有一拿到新传师，真的桃李满天下，搞懂都好上。好厉害！哎呀哎呀，哇，这个司机有吓到你们2个吗？有吗？我想说，我火车可以提早一班了。哦，可以。回家了。哎，我掏腰包买高铁给你坐。谢谢。我花莲还没有到。花莲来这里。花莲还没到。是蛮远的。派这种的，就叫我提早回家就好了。没有。加油了，加油！你有怕就好。今天的角色就是娱乐大家，好好的变魔术。对，有怕就好。好嘞，那带了马个狗。徒留梦日潮。今天带了马个魔术。从头来过。哎呦，唔讲下啊！哎呀，厉害！魔王嘞！我要从魔龙来唐三味后堂的歌曲。我本来劳动，人生嘅快樂，也感覺年歲係一種，望地到了下嘅愛已經越來越老，童年嘅笑容再也看唔到。還記得跳擺老年談戀愛，浪漫嘅故事有幾多？我想到人嘅誓言已經褪色鐵走，無盼嘅你走出家庭路。愛上，從頭來過，愛上，從頭來過，愛上。從頭來過，愛上，從頭來過，愛上，從頭來過，愛上。
平生期快樂。我的教练，他看到我一个地方很奇怪。现在哈，我们慢慢试看看，因为我的手，教练说很奇怪，因为他手可以这样。你好可怕！金曲歌后啊，欢迎我们的魔王出场。哎，金曲歌后，哇是呀！金曲奖你那个时候嘿，最佳客语歌手奖。送你3个老你不用爱的故事，爱我，对对风。
南风带来春天嘅消息，用夜嘅创作在心上，金黄色嘅日头，充盈盈嘅笑容，恋爱嘅心头。 风浪轻轻吹送，秋意渐渐地发去，点点风吹，亭亭摇摆，无法慢慢推送，秋意。 匆匆地跳那么，点点风吹，你跳下跳舞。我记得个你，你改变了风，吹起个世界。我记得个你。 树嘅季节，风浪轻轻吹送，秋意渐渐地发去，点点风吹，亭亭摇摆。 匆匆地跳那么，点点风吹，你跳下跳舞，我记得，你改变了风，吹起个世界。 有冇主持人？向谁欣赏？哎，上嘅欣赏难评了，难评了。哎呀，我少年唱歌可以唱啊，当係真戲幾馬片咧。幾馬片啊？係啊，唔係太寒意，然後就真勁唱得太好。但是問題是，按今年魔王嘅爆發力男生，但是今天是看到你柔情的一面，內斂的爆發力，他各方面都非常的好，歌位又唱得好，人看到又淡滿斯文老實，好。 唯一有啲缺點，乜嘅缺點？副作嘅太狠。哎，所以因为最近发福，所以昨天来不及副作痛。哎呀，來唔使買新嘅褲啦。所以到底唱到好也唔好，係你要談欣賞啊，對嘛？哈，3位唱到都當好。來，葉老師。葉老師，3位呢，大致上來講是唱到清好啦。今天我要特別誇獎一下柏亨哈。好。頭哥柏亨給我的感覺，就是因為他有很多的技能，所以他就不太專心在唱歌這個部分哦。因為你唱那條國語是給我一個感覺，我是覺得說我個人很欣賞，就是他很投入。那柏亨呢就很奇怪，他即使不懂，但是他在唱，他真的把那個意思都唱出來了啊。望地到了下嘅愛已經越來越老，童年嘅笑容再也看唔到。所以这点特别的夸耀一下啊。那么那个
所以会哈。所以还是跟我今天你真的有点紧张，可能因为抽到他了以后啊，给人家今天唱的歌，廖导国会比较特别是，你要很清楚的，因为他前面的和弦是半音半音在降的贝斯，所以你在唱歌的时候呢，你的那个点要很准，就是你要像讲话一样。4个点，然后后面再来延伸一下，到4个点延伸一下，因为要利用它那个半音的那个下降，去帮助你做气氛。可是你是强嘞，一直到甚至到副歌的地方都有点音准都跑掉了，你气感没底了哈，就有点掌握不住那个感觉哦。天是了小我现在要讲的，接下来就张强也是曾经是当过我的学生嘛，哈，对，那所以讲话我就稍微就比较不客气了，我就觉得说，因为张强反而是因为柏亨的表现，他有压力了，对，冲国家哈，就是说爆发力男生，可是你没有把那种柔的爆发力爆发出来，干博士公公，他也许唱强的歌会很棒，但是呢，那个细腻度。抹拉，好像要再回来再上课重训一样。所以虽然那个我们那时候只是台式训练班嘛，哈，但跟意思是说，我觉得冲国家有本事的人呢，你除了你跟身体的机能，所谓生理上能够唱歌的那个本事以外，你的心理层面也要做一些建设。就是什么地方该强，什么地方该弱，该去做强的来制造弱的，或者用弱的去。等待去爆发那个强的，有本事的人就要把他自己的本事发挥到你的那个整个在唱歌之前会设计，这样好不好？那今天3个其实说实在表现的都很好，唯一的落差就是在心理的准备方面有点不一样，好不好？好，谢谢。这个是可能叶嘉修老师的观点，好，来，哲伟老师呢？来。我先来讲柏亨好诶，柏亨看起来最有准品诶，我从来当久无看到佢哈。我这个比给龙国的层次做当好。我的意思说，你比到这个时间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要很严格的要求你，因为你的歌唱技巧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你其他才艺，我还是非常的要求你在咬字上面要特别注意。你有时候唱一唱会唱到国语。就唱到国语，像譬如说那个豪情壮志的壮，我就听成豪情壮之壮，就是怎么突然觉得好像就是你知道，对很多了解这个客语歌的人来说，它是很容易被听出来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也要尊重创作人，好，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一个唱歌者最基本的要求。其他我不要求你，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在。歌词上面再多斟酌一些，然后再去多了解。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很感谢你学客家歌学这么专精，我期待你后面越来越精彩的表现。谢谢老师。然后水飞耶发哈，我觉得我好喜欢看你的笑容，我也很喜欢听你唱歌。可是你今天太紧张了，紧张了，我都冲来替你紧张到我自己的脚底都流汗，你知道吗？尤其是你挑了一个真的很难的歌，我觉得你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后来自己乱了套，你给他接拍哦，都冇掌握好。譬如说来去养无穷啊，2摆来去养无穷，唱到懂冇好。来去养无穷，对象无助。我觉得你回去要好好的想一下，就是说你在唱歌这方面，不管是什么歌，你自己要用什么心态，还有你自己在唱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投入？不是说我外表很苦，我就是投入，不是没有，而整个唱到那个心里去的感觉。因为我知道你都唱到懂背面哈。然后张强的话，我知道你一定有 update， 不过你要咩当好的，嘿，你要咩当好的示范，因为任何一张人去到了舞台上，本人屏蔽的世界，一定会有 update， 那就是我要回到你心里的层面。当然你有基本功，你又是唱声乐的，我再回头来，你要丢掉你以前声乐的东西，你要唱那些流行的音乐，特别的客家歌，你又安会讲客家话。
本20公箍，他还创过强要成染到清楚来。第一个创的迄嘛个强，一定要强。当然强地步要有力度，要有 power， 这个要去想一下。以前老师教给我那个科班的东西，我怎么样变成让大家可以更贴近黄章强的那个唱歌的感觉，好不好？好，加油！什么先生？来，这位先生，哎呀，你做了看本书了，好不好？好来看一下3位的分数。林百恒的分数。你根本就是魔王嘛！你是魔王，你今日创的真蛮好呢。个魔王这样的粉书嘛？我发现哈，我刚刚在听老师讲评，是，哎，我真的70%听得懂哎，我觉得我真的客家话有进步，就是我觉得帮助。对，然后，但你要小心，不要走火入魔。那现在赶快用客家话讲，哎。话说哈，听是可以，但是讲还不太行，所以才会被老师纠正。可是我现在比完了，我心理压力比较小。好，然后，所以你是看不起他了，比完了压力比较小。真的会紧张，真的会紧张。你的分数看完了，对不对？是很高，对不对？对，不要那么兴奋，还有别人的分数要看，好不好？好紧张，哎呀，我好紧张，对不起。哎呀，来，看一下。张水飞的分数。刚好及格，嘟后，哎呀，及格。不然我觉得今天水飞那个高音好漂亮，好可爱，很有情感啊！哈，哎呀，来看一下我们的小强，好，来。王中强的分数。哦，哎，好看就是这样哦，不能像个魔王来分数应该一天我比安尼参赛朋友发天哪，我魔应该要乌鸦嘴的。Sorry。唔會啦。Sorry。今日唱下落嚟，嗌咗當防醫。啊，所以排泄哦，安尼變咧，咩，我是講啊，對於排泄。收我。多管要嘛排泄，而家排泄啦，88分呢，叫變淘汰呢。我講到今日做安尼來，要滅古滅怪，變古變怪嘅。冇想到係唔對表演乜個東西，冇想到今日嗰衝嘅真的蠻嚇死人。我為了要訓練我的肺活量，跟那個 power，我其實我也效仿你，我也有去健身。哦，啊，你有去健身？有，可是當我在練到三角的時候，重訓。那你穿這樣子健嗎？我的教練，他看到我一個地方很奇怪，所以我特別來請教羅哥。哦，很奇怪，哪一個地方？那個是外表啦。等一下，我有一個很奇怪，那這個可以請海軍人幫我拿麥克風嗎？你真的大膽了。我們蹲下來，我試一試給你看。好，來。那個羅哥也請蹲下來，請你手跟我一樣，就是放怎樣？啊，放。我現在哪有辦法跟你放一起？我啊。對，好，那現在哈，我們慢慢試看看，因為我的手，教練說很奇怪，因為他手可以這樣。哎，羅哥，你幫我把手再搬一下，幫我用搬一下，哎，對，再搬過去沒關係。哎呀，再來。哎呦！你好可怕！他就說我不太適合重訓，因為我的手天生有問題，這樣。他說我應該去練詠春。你這個很容易脫臼啊！你要檢查一下嗎？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不能只能一次而已啦。再一次。我今天只有準備一次啦。魔術不能準備，可是我可以看到怎麼一下可以手360度這樣轉。手也是機關哦。哎，這個有時候魔術師最怕檢查，但是還好今天我可以讓你們檢查我的手，可是我必須要把我的衣服脫掉。不用，不要脫掉。脫掉其實有點太刻意了，但是我都已經準備好了。Superman 啊！哇，你很壯哎，真的。我真的有跟你一樣去健身。他真的有有，上胸、中胸都有呢。我有為這個真的是在努力在做重訓，可以我覺得訓練肺活量真的是有幫助。所以你剛剛是有帶來魔術嗎？就表演完了。剛剛已經剛那個手都快斷掉了哎！那個還不神奇哦？我要頭要轉你才覺得神奇嗎？可以嗎？可以。好了，我想想看怎麼變啊。哎，人家準備這個魔術。
手都已经转365度，那你怎么办？你现在没有机会可以再唱了。那我就回家啦。没关系啦，嗨自己100招来，好不好？不要失望哈。谢谢啦，谢谢3位，好不好？谢谢。今本日读到魔王是很强的，还有跟魔术先生也是这么强，我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动态，要唱唔好，要緊張，幾張人上去都唔曉唱歌咧。希望在於我好好嘅學歌，有機會讓來吧。係，分享總理劉友琴。好，龙舞台走。大家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哇，这2位麦克风实力派呢。哎，刚安尼个组哈，安尼黄章强东强，对嘛？哈，啊，参赛者本身也东强。安赢组哎，还我还用5米魔王。哎呦，准备很多。靠人家的出动慢赢。好，好吧。有请出。好吧。好。好。比看了，来。有请出。哦，明谢惠顾，耶，太好了，哪个呀？金曲歌后啊，一鸣想必他一惊定有人。得过金曲奖，或是入围金曲奖，好，对吗？有可能所以才叫金曲歌朝后。这个方向。来，魔王唱出嗓一下来。因为爱你相信，因为相信爱你听你行。哎呦，个亲民叫我鸟人啊！我感廖颖冲啊，也怪怪。好，欢迎我们的魔王出场。哎，金曲歌后华视啦，黄宇大家好，我是王怡嘅爱要進來咯。無論你係傳統歌曲，也係流行歌曲，都係拿唔到愛嘅，讀到愛嘅你哋話愛死你咯。一屯嘅差唔多愛10條開始，你慢。貴重一眼神嚟到了。對呀，哇，對。從本來牙齒白白的，現在變大鋼牙，你看看。所以你意思講馬可以開的包廂比，好，那麼 VVIP 好。哎呀，宇娟哦，金曲獎你那個時候係入圍最佳客語歌手獎。你是唔該，你是唔該的，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受到那個英勇事蹟有嗎？金鐘50，金鐘50，開場的嘉賓。哦，有，我有看過，哎，阿希做嘛？哦，你我係推表你客家天絲台嘅歌手，所以撈所有選秀節目出來的歌手，我們第一個開場表演。哇，這個多大的殊榮！哎呀，真的很棒。張力，你還好嗎？我很好。好。很好，有信心嗎？有信心嗎？有。臭馬哥。謝謝。馬哥。雞餅茶。雞餅茶。雞餅茶。好，也是我炒雞餅茶。雞餅茶，講呢？出發咧。我出發了啊！哎呦，連貫的，哎呦，來，兩個來。心中有一幅畫，也寫滿書啊，風同處有花一家，怕寫嘅有童話，心中有一匹馬，剛陽一天掛，看鐵路途不易。心愛留地下，幾年過，搖頭白腿隨風飄，
血已满山条，但愿有痛不痛调，随风飘摇。纪念歌，有痛把开随风飘，飘向云海满山野。 天空其实我心切，纪念歌，夜血已满山条，但愿有痛不痛调，随风飘摇。 心中上天已给谁让爱不行意爱给梦想。怡娟好像真是不愧是金曲歌后哈。今天这首歌我觉得你越唱越好，就是很有大将之风。以前的闹热，14几个传统组的冠军，还有各大的地方性的歌唱比赛，都是得前3名。 暴风，地路总得人那个祝福，享受自由自在的幸福，爱不行的爱的梦想，爱爱一眼风，一眼风去梦，
梦想地图拿在手中，看着远方蓝蓝的天空，心中上天意的笑容，爱不行去爱的梦想，爱爱去远方。 暴风，一路走的美丽的祝福，就是自由自在的幸福，爱不行去爱的梦想，爱爱去远方，远方是梦。梦想地图拿在手中，看着远方蓝蓝的天空，心中上的你的笑容，爱不行去爱的梦想，爱爱去远方，你爱的爱传来爱慕，送你三日老你分享爱的故事，爱慕，一直风风老你分享爱的快乐，爱慕，啰里啰嗦灿烂一堂爱的故事。 怡娟的声音是百变的，百变。对，从 Hellboy 底下一鸣惊人，有冇？然后那个细水长流的感觉，哇，那个紧冲那条出发，莫空用，比较 rock， 对，很放。对呀，它还可以传统，对呀。三个鸟，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没了，对对。所以你应该不能叫金曲歌后，应该百变歌后，对吗？对对。好，3位表演体的。2位无讲法。2位讲唔出来。2位要紧张。2位要紧张啊！来，我们还在讨论吗 ？OK 吗？老师讨论好了没？好嘞，好啊，好啊，苏慧老师，说得够嘛啊！说的 OK， 我们先第一张力开始哈。张力今天其实5月写这首歌啊，古崇礼老师写的这首歌，其实你带画面的部分哈，就是你带画面的部分，我觉得你带得很好，然后很有内敛的感觉。可是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你进歌的时候，让我有一股很担心你的想法，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进歌的时候让我觉得，心中有一幅画的时候，你开始唱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到你的声音在飘。心中有一幅画，也写满树啊，风同树也无法一家，怕写给幼童发。你后面我又觉得还好，第一次真的还不太稳，到第2次的副歌又让我觉得还可以 hold 住了。好，那这是我对你的想法。然后再来就是幼青，其实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写给我先生，就是20多年的婚姻的情感上面一个20多年的情感。可是你今天冲下说过，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你是用一种美美的心情，然后青春洋溢的感觉，然后不带任何技巧，然后就是很干净的把声音唱完。故事，飘飘
亚苏国的，因为我去甲上来低加故事低那位，啊，不过你谈亚苏国的，还冇看到亚故事唔低，所以你用任何一种方式唱歌，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另外一个表现。就像김빈来讲，小康老师让我编曲，编任何一种方式的管系，我头一次听，我真的觉得很不错。好，这是我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没有，站起来挥手一下。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入围了。再来就是于娟好，那真是不愧是金曲歌后哈。所以这个部分，因为亚苏国外哈，我听了很多版本，当然原唱者就是你啦，所以我也当然不能有太多的，但是对今天这首歌，我觉得你越唱越好。就是很有大将之风，这个是来吃豆讲，对一个年纪那么轻的一个女生，哈，大一而已，然后可以这么的表现法，其实我觉得你前途无量，好，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好，4位老师按指示哈，按你去公退，按你唱罗国立老师啦。哎，有唱的罗国立老师。先唱的先讲空用哈，总理，你一直以来给我一个很深的既定印象，就是当你一站定在台上的时候，音乐还没有下，音乐下在前奏那一段时间呢，你那个自信，你那个舞台的那种稳健，就会让人家很期待说，哇，这个歌手他的歌声怎么样？甚至在整首歌从头到尾，你在唱歌的时候，你都是一直散发的这种舞台魅力，在告诉听你唱歌的那个人，在影响着他们的情绪。你这种稳健，有时候会让我忘记你。听你的毛病，想抓你的毛病，你的魅力有这么大哦，所以对，这是你优点。再来我讲你的缺点了。第一个，你今天唱五月雪有2个破音，第一个破音在第一段第一次唱到油桐花开随风飘那个飘字的时候，真的就飘掉了，你的音准真的不是，你的声音就破音了。还有一句在五月雪溢满山雕，山雕那个山也破掉了，破音了。这是今天2个破音哈。再来。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今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你的稳定性没有那么好。你是不是因为紧张影响了你的稳定性，还是怎么样？除了破音之外，其实，让人家觉得你在今天唱这首歌是会听起来会跟着担心你会不会出状况那种情况。我会有压力在听你唱歌。谢谢老师，好不好？谢谢。好，再来右青哈。你的动态一个优点就讲，你很会挑对的歌来自己诠释，好，这是一个。另外，如果你那个嗓音呢，很温暖，很清新，就是你不会有太多这个装饰的啦，或者是技巧啊这些声音出现过。好，你的优点啊，你的缺点呢，可能是不是你今天有紧张？你的紧张影响了你唱歌的流畅性跟整首歌的稳定度，这也是你要。我之前有讲过哈，我们可以试着跟紧张和平共处。紧张，我们上去都还是会紧张，可是我们习惯了跟紧张，在紧张的情绪下唱歌了，可以做到哦。你去学这件事情，好不好？好，就这样。好，按这些，哦，这个3位都非常的棒哈。好，压这个宽3列分数了。好，现在宽总厉害分数。90分，恭喜！来看一下那个刘友琴的分数。91分，太恭喜！比总理高1分，哎呀，所以总理危险的哈。好，贴配危险。伊还唔正看呢？而且应该冇問題啦，今日表現都按好。咁佢感冒啊？應該冇查到按題，係啊。OK。好，青冇96分，好。咁我有冇1萬分？青少94分啦，青島98分啦，好，來看一下。看那是94分，還是96分，還是98分啦？王怡健的分數。觀眾朋友，團唔錯嘅，係95分。我沒辦法去買樂透。因為一直鞏固。哎呀，恭喜佑金！哎，繼續加油！以前當然沒話講分數哈，你本來就魔王啊。然後好好保重自己。是，感冒把它弄好一點哈。好。啊，張力排泄藥。沒關係。嘿呐。
再接再厉。今天呢，参加这个比赛呢是魔王赛，那自己的状况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好，跟对我很有信心的朋友们还有老师们这边说声抱歉。那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比赛，还有这一次老师的讲评，我下一次呢可以更进步。好，看完呢精彩流行歌曲组的魔王 PK 赛以后，我相信呢传统组咩非常的激烈啦。哦，咪咧都动厉害哦，注意哦，吼，慢人数慢人养规快讲哦。但必须啦，当然还要行下好看呢。吼，再介绍呢金牌的评审先生。李秋霞先生，林在英先生，罗英先生，曾明先生。接下来分享题组哈，来。胖水风永波妞，来到舞台当中，分享。那个，你好，波妞姐。我讲出到魔王啊，懂厉害啊呢，我有，我有。多谢，多谢哈。胖太哥是感觉有比魔王较厉害冇？盲迪。盲迪。按木屯魔王比，按屯这家比啦。哎呀，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哎呀，魔王关我什么事？他唱他的，对不对？魔一听哦，有可能会冲赢魔王哦。有可能，魔王啊，那世界精挑细选的，开玩笑。吃光就敌。来，看一下，来除一下，慢点退出啊。恐怖箱。有啊，不嘛？面有蓝色。手倒的不是弯。手倒的哈。哎呀，虎怕虎，对吧？哦，谁怕谁？乌龟怕铁锤，来看嘛。细腻美声，细腻美声。按你声音的动优。江云玉老师哦。江云玉老师，今天没有来呀。你没错的呀。啊，那个唱一下细腻美声，我们魔王出声一下，好不好？早餐，爱咋个两三片啊？欢迎魔王出场。细腻美声，哇，刘淑萍。来参加一个魔王 PK 赛，我之前比赛个哈，他家堂到一个魔王就大乱推了，只有降3分。俺哋今日的参赛者又降来无？今天我哋闹热14季嘅传统组嘅冠军。哦，冠军啊！14季都上100天嘛。还有各大的地方性的歌唱比赛都是得前3名的。数1数2的。哇，所以你也就有比，那不比过嘛？有得过第多名？还冇啊？有嘛？没有。没有啊！这好，那自己加油了，好吗？哎呀，今天的魔王懂厉害哟。哈，同佢拼啊嘞。好。那带你们个搞3个字。好啊，你罗善歌。魔王呢？小调。小调，你看很细腻，对不对？哎呀，哈，小调，哈，来弹一下哈，3V 带来后堂的歌曲来。人生土地，好危险呐！现今了。天哪！
让娘面前，爱行好难，贫穷了。 富贵呀，命由天呐、兄弟大家好。 你谈得出满瘾吗？上面说的，人已经抵满瘾了吗？差不多。心想事成嘛。哎呦！我跟你讲，闹热 VIP， 哎呦，我跟你讲。
细腻美声竖屏机。魔王做的团是魔功妖，真的哦。伊啊全部冲三太跳，技术带来手跳。贴配跟你魔相同。对呀，厉害做呀。冲到又后堂。哦。所以两位挑战者，挑战朋友，抢高一下，魔王冲的以后，使到佢冲到两半。亲好，亲好，唔可以贏佢嘛？唔可以贏，唔可以贏。要唔要咬人咧？有上過唔可以贏佢嘛？唔啲，唔啲嚇。可能會啦，不用程度地杯啦吼。報咗字咧。報咗字。魔王唔會驚啊，驚佢。驚佢。因為魔王佢唔會下去啊。魔驚學姐哦。該唔是驚啊，係驚佢啊。三位衝到兩半咧，搶高先生啦嚇。秋夏先生。其實嘛啥都唔是講，要講一個就進步嘛，然後一個挑戰，哎嘛，先來講，你哋彭水峰，彭太哥，基本上來講哦，你幾首歌曲嘅聲音係辣的，你就有感覺冇？有。辣嗓。面前，愛行好難。所以你们懂得弯起的时候，才你是比较急促的，柔软度还要不够，要不然再建议，至于呢用朋友小面亲好啦哈，冲好冲快，记这个小面啦，小面哈，这个表情哈。唔讲手挥上的时间，你注意转一看你的重播带，手挥上个多少点点的抢1/4拍，那落点的时候才要注意让贴边不是很正。愛上了山來過，跳開了上來。至於的shopping的松山菜場哈，兩首歌曲很難詮釋，魔王哈。唱了首歌曲無語啦吼，唔過我本就建議係咪冇唱安腳吼，唱嘅好似貓西樣啊吼，唱腳對位啦吼，屬土唱腳對位哈，雜茶不雜唔多啦，真嘅哈。唔過幾首落嚟講呢首歌曲詮釋得還不錯，我人講咧其實你係要貴進下回會更加好，加油！好，謝謝。傳說中的林老師。哎呀，還有傳說中的林老師，林展毅老師。要撥個時間過來哈，看到三茶，可以講整體上三面表現出非常好。最主要嘅就講三茶比較有魔王 PK 啊，你睇到嘅壓力會較大。好像彭太哥呢哈，唔唱喺啲咧老山歌哈，最主要嘅就講有歡喜嘅地方，所以加下。阿霞妹都講誒，我唱完你團結樣嘅嗬，佢溫馨嘅地方嗬，無夾好勢，軟腳接加接唔好，呢一點嗰個聲黑啊。再來呢就係保育啊，保育呢佢哋聲音非常嘅好，但是小缺點嘅這個電呢個地方，其他係冇乜嘅青態缺點。薯片呢我講一講嘅全部都本阿霞講出嚟嚇，最主要我講嘅點乜嘅，而家。表現的嗰種嘅動作啊，韓國人嘅儀態啊，什麼嘢嘅堅持啊，一夾到嘅，也就是人嘅軟腳嘅冇夾落去，情緒係夾落去會更加好嘅。好，好嚟看本書。先來看彭水峰嘅本書。其實很。恭喜得到90分，安尼也目前加個分數會通過嘅，但是要看你某一邊哦。哦，幾種哦。嚟看楊寶玉嘅分數。哇，恭喜呢！哇，安尼蔡峰泰國就可能有蔡峰泰國來啊，但是水峰泰國。冇菜啦，冇菜水風。冇菜水風太過。哦，唔怕，咁我쇼片之邊行個大每天。哦，係唔全區人嚟嗬。嚟可以啊，嚟魔王。廖쇼片嘅分數。哇！魔王
做魔王和魔功用，还有魔比赛嗰種心情的感覺嗬，所以個分數啊，唱歌嘅就會特別表爽。對呀，有影響啦，比賽時間一定會有影響，冇比賽時間佢都較行雲流水啦，佢唱歌就較自然。我呢小平子講吼，做魔王較緊張。較緊張。因為一定要拼兩個人。把嘢數得有難看。好加在96分。按那邊抹彩的水風機。抹彩就很多彩虹。我想講，有教咗。係啊，很180個人。今比來參加呢一個山歌比賽，雖然要失敗，不過比賽嘅結果很有90分。對我來講是很有進步。不過下擺很會加油，希望有機會做個多獎來比賽，希望大家。好了，看下一組嘅咪呢？分享富風期落水點。來到舞台當中。哎呀，副台個水點機，我們進來的傅方啟先生，好，哎呀，你做乜？副台，你做乜看到按元素啊？客家天書台都頒獎嗰個，看到幾富用嘅啊！我做馬哥，衝開啊！衝開！先出獎咩？我先出獎啊！我先出。冇技術啊！我愛出。唔出哦。你數語有較好嗎？技術語唔相信記下。魔王來出吳秀春好冇？唔用我哋有記咯。慢年啊！係啊，魔王，魔王有吳秀春，哪有可能？吳秀春呢？那有可能？那可能會按吳秀春呢？給你看看出前面係咪出到記啊？哦，係啊。慢年。鬧熱 VIP，已經抵慢年了嗎？差唔多。很厲害哦，挨都唔抵。你講心想事成嘛，朱萬雄演的。哎呦！以前我唱到伊心目中誒。啊，你個魔王10個啲喺會排隊呢？梗冇相關。我迄個是講真的，迄人心想事成有出道幾個真的哦，你可以虧損面談。對。來，魔王先出聲一下好冇？山歌了好難唱啊，又喝了湯啊。你彈得出慢年嗎？上面鬆嘅，哎呀。你彈得出來哦？一唱迄，佢家講話，一唱迄幾隻嘅。來。俺的汾陽的魔王出場。汾陽鬧熱 VIP， 哎呀，吳秀春。我係鬧熱 VIP， 我係來做魔王哦。認真唱哦，冇本來 PK 的哦，有本事做，人係 PK 的。免見面唔攀結婚咩？回娘家，也係家母誒，我本身咧鬧熱出去，我準備回娘家。回娘家，哦，歸寧做啥個啦？係咪？我攀走。攀走，好。因為俺秀春記，講之前啲演出比賽給第3名，所以他真的他有這個資格來參加這個魔王，擔任魔王的角色。好。做魔王有信心冇？有，係啊，有翻譯啦，好做魔王。有，終於輪到你了。上多哈，上多，實在上多。喂，上多興啊！有一條歌誒，真的啦。比一下。來，水點記帶到馬哥。三個字。以前唱啊。唔係。我唱平板。平板哈，阿秀春記。三個字。好。來彈3V 好彈嘅歌曲嚟變開啦。
形容就形容哦。观众朋友太感好，牛哥。抗议唱歌的时候，你冇比赛，个心情是非常的吃菜啊。来，3位冲浪样板啊，谈一下那个。老师。係基本你係啱啱應該組合咧比賽，就講順便一件事情吼，就係你係經驗的累積還是有差啦吼，就係你係經驗累積起來呢，你係表現出來嘅就會冇強容嘅呈現吼。首先嚟講，你係舞台歌，你從得見來見好，吼香港你嗰邊從你係歌詞吼，你係疊字山歌都有特色，就係講你見你嘅進步，大家都有看到咧，吼，不然則建議就係講，你該上今年吼，你維持好耐，其實你今年係上見來見獎，大擺堂你唱就大擺有輕鬆一擺吼。香港呢，你係推風吼，就係你不敗的這個最厲害的地方哈，所以呢，這個叫做 VIP 是秀春姐哈，就係應該哦 VVIP 係就係應該推風動門，所以唔會影響到哈你哋表現，所以你從嘅些你今年會改進嘅微數，就係你特技嘅三個你。出題你今日當中重新嘅咬死，吼，你今日咬死唔會差咧，吼。香港你嘅推風也一好咧，用板來表現出來你係三個嘅柔軟度，吼，你就係你做得10個加強嘅微數，因為軟綿到柔軟，
加起来，安样应该分数才是加成。这个来讲咧，瑞莲姐吼，动打松诶，应该上任达白度碰来取得动强松，吼如奖，还讲你小容非常介好，所以你比赛些你看到你介面谈到你介三个呢，合起来呢就非常的轻松。咁讲咧就系你自家会改进嘅位数啦，吼，就系你唔系礼拜唔记得歌词听吼，所以你忘记歌词样办来改进呢。其实你介三个最好唱故事吼，最好就係你時機特別會來創任嘛。你來創任嘅時節，其實就係上到漢語機嘅事咧，吼。所以你係決定越聽愛改進，莫特別係拄到安樣應該清新啊吼，就當打手。所以你係你嘅愛改進嘅位數。再個咧，你係講秀春節啊，可能你當歡喜呢吼，當親切，韓國。你記唔記得重計哦？比你崇拜年度冠軍賽是韓下好，吼，最近你係性侵強送去入差吼，韓國你根本應該上呢日動獎，所以呢，我想就是好聽啦，嘿，是嗎？你是嗎？我從啊都進步到安尼，對啊，老師連評審老師冇法好講。對啊，就是好聽啊。伊個規個講頭吼，我秀春節提個講頭當過吼。哦，當金條呢？哦，金條。我看怪名，今日冇用到鬧熱 VIP， 用到鬧熱亮晶晶，閃亮的一顆星。安尼歡喜冇？有吼，好還2000呢。看本書當2000啊！來，快下本書來。福豐貼本書。路加草菜始終美。今日我呀第一次看到。在歌上非常爱讲，谢谢。哈，青岛人南面大擂台的讲菜哦，哈，讲有暗强的魔王来多啊，哈，所以呢，参赛者是小可有下紧张哦。我吃了。来，快下本书来。福豐貼本書。救生衣服非常的高分，看另外一位来。落水點的分數。吃菜就會鐵打損傷，大宋，好，魔王還能叫我看本書嘛？亮晶晶，看娘呀，好，看秀春的分數。60的最高分。作為魔王都冇咁樣，分數都貼喺個哦，係啊，所以呢，恭喜富太過啦，恭喜你，係啊，真係恭喜你啊！謝謝，係啊，唔係講唔願意好，你本身實力就越來越好。嘉先生講嘅，人家創國進步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恭喜一種精神再繼續變下去，好冇？好。啊，水蓮姐，今年生物冇要緊啊，還是有機會。沒關係，今年係魔王踢館賽，我有望吃咧，食材很排泄哦，行一道，練下好到做了挑戰，希望大家最美一組。好了，分享下一組嘅。范晴慧。蔣一賢，來，大家活動，請快吧。對，數一下，看數到滿意，好嘛？來。哦，走音天后，不，太六個。天籟之音。天籟之音啊！天籟之音敢稱為天籟之音的，應該沒有幾個哦。唱聲樂的。那聲音應該有如那黃鶯出谷一般哈，非常的好聽，唔錯誒。咁我先唱一鳴驚人。好，來，好，我們魔王請出聲，好不好？西北。
出来，很满意嘛？要他们出来。他们出来哈。还蛮陌生的。他们出来，很满意。他们是。係啊，我加去黃小純一堂都係黃小純。因為邊個能堂踢叫的啦？當有鐵色啦，係啊。哎呀，真係睇唔出來，我都分享一下，哇！好，來，歡迎魔王出場。天籁之劉致優。我係傳統組拿到冠軍嘅劉致優，到我輩要參加青島嘅客家國台語嘅歌唱比賽，要拿到很好嘅成績。今年唔到啥係馬上讀到我嘅人，你嘅皮都係強拍現到嘅，哈哈哈哈！又冇見呢，只有姐姐。妹。哎呀，幾多年呢？啊，唔可以衝安尼空按叫安尼，係啊，搭個油槍唔來安尼係啊。哎呦，冇啦，無限。無限啊，都帶啲無限乜嘅東西。呀，差唔多誒，我開始。哦，開始家呢，退休係啊。係。哦。10年啦。啊，你哦，最近個好賺錢啊，係啊，劍誒。有咩？女人應該買咩？怎麼先看你的行頭？啊，你其實。我們不要跟這個魔王比啊，真的。咁我越來做乜嘅？我的意思說。來了誒。佢來創後堂嘅歌誒，激勵脊梁嘅呀，對嘛？比脊梁嘅模範。有精神的好好的創啊咧。好。好。跟自己比，也跟他們兩個互相比，好。好。我帶你乜嘅歌，一仙姐姐。肥體。咩動人？我見中啦。唔帶來動人。咩入來動人？哦，三個字啦。三個字啊。都神梯挑天啲，我創乜嘅都係唔記得奇怪。我創好多個啊，創講係唔記得啦。啊，先那個。肉山歌。肉山歌，三個字，只有姐姐。我做創個梳妝樓小調。哦，小調。哦，嚟彈開啦哈，嚟。山歌唱，有後堂南，歌詞了。心莫強難。人民作家。認真唱啊，幸福了。相傳啊，後梁山啊。
随松随了。 喊后堂，谢谢。嘿，只有一唱歌的哦，一弹就舒服。海军之前没弹过，只有姐姐唱过。完全没，俺哥有弹过也名的。哎呀，真的。今比总算本来弹到的。好，啊，前去歌就稳稳的唱啦，哈。你冲牙啦。尽量。哦。啊，一贤姐姐咩？一贤姐姐。冲来耶！你冲一来耶！我吹行我吹的，啊，佢冲牙啦，安尼哈。得蛮性格。哎呀，啊来谈一下那个真民族先生哈，来公平那里好嘛，来。我哋嘅沉水站行過我哋嘅魔王，今日我也第一次看到自由小姐，嘅歌聲非常嘅強。謝謝。聽到你腦熱大擂台嘅講菜哦，講有暗強嘅魔王嚟到啊，所以呢，沉水站是小可有下緊張哦，我哋嘅蔣大姐是非常嘅緊張，彈嘅用嘅鼓點啊，一下是冇講清楚嘅彈清楚啦，落歌嘅時間，按什麼鐵突多。主要你係咪要注意唱呢一種嘅歌曲嘅時候，個鼓點自家選出來，安那，嚇，咚，得得咚，得得咚，得得咚，係啊。講到咩碰咗嘅喎？咩？係講個鼓點自家種唱一半先生碰咗佢嘅。係啦，嚇，所以。前開個頭前佢唱嘅時候，穩穩啊，唱也前好啦，非常啱好。最尾一句薪火相傳，好名聲嘅時候記得，火思想咪薪火，嚇，冇啥啦，變到衣裳去咧，有思想用人啊，嗬，可能怕開兩年啦，嗬，開兩年是不唱到火啦，火出嚟啦。係嗱，出火咧，嚇，所以會變成二聲安啦，嚇，所以兩點下擺係繼續就我3年比賽發賽注意，因為去六強啊，嚇，比較參賽會下失區，嚇，後下唔會爭啦，
啊，但是呢，多学加基本是没问题的。吼，从就按多年的有经验的啦。哈啊，一些无相关是来教嘛哈，快乐啊，再接再厉。按个身体。最重要，身體要健康啊！看你嘅氣色非常嘅安好，安尼是有機會再過來加強，好嘛？沈蒙先生，係沈蒙先生。但是呢，加看到一仙姐姐是，因為一開始下唔落去，哦唔記得，哦講到啊，但是天已經夾個接下，依然是規個前面曬一啲電，像電講看會。從來冇。從來啊，你係嘛？上海講要做得從來。你節目從來比賽啊，公平、公正、公開啦，對嘛？嗬，歹勢啦。而他無相當嘅。他見你後喊一百過來啊！100過來，係啊，你就話先生好嚟。你先讓你根本也好了，自我淘汰。我沒有，我沒有想要自我淘汰。不是，你根本表現就是這樣。你本身你平常時你熟個人，你唱就好的。你根本一唱你種個人，你冇熟。你頭前一起嘅咩時間，你這樣是你認識漂太人咧，你注意看下。所以你咁好不意思嘅，唔係樂吹冇，係你自家嘅人腳，你冇做好，所以你冇法度到嘅樂吹嚟配合。你唔係樂吹，係你自家問題。所以你就要專業下，係咪人嘅記得？唱硬嘅人咪噠噠噠啦啦，往上揚嘅容易咩事？你自己縮，還有你撲嘅，係本唔咩問題咧？好，你哋特別注意，係咪還有機會注意？好，什麼？好，安子謝，謝謝哈。係啊，安你有個本書好看冇？應該很實看。你看一下啦，好啦，先嚟看一下你。請看睇嗰本書。請看嗰本書嚟。送一筆有一筆，後尾創唔到果子有86分，看人按櫃台你冇唱，看現場本人就分啦。今日好，喺櫃台嘅條標係唱佢擺 pose 啊，做冇企啲，結果來看條標嘅果子嘅獎一線。什麼啊？還有80一視同仁呢，一視同仁。分算當好了，我想一般無創可能現場本來不用80分的，有可能本40分的啦，因為一般無創。來看一下，你自由姐姐這邊拿到幾多分？來，劉自由分數。好，今日3位魔王就96分。哦，安尼以前姐姐拍攝，喊100有幾，不好意思啦，係啊，唔會，謝謝啦哈，謝謝三位，謝謝哈。是上咧，唔知唱到哪去咧？唔過，點解客家傳統歌曲也地吼，我係打唔死嘅王差咧，我係咪個多轉嚟變？我今日啲傳統做魔王 PK 賽，6位參賽者已經創出嚟哈。係，有嗰關咧恭喜阿莫，嗰關咧電台敗不復活啦。佢有機會10個進嚟冇。我相信係當到好唱歌嘅朋友哈，我們一定想嚟報名，報名專線睇下報歌嚟。919-388-398，還有純正天發227778231。係，等下得嚟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還有多謝辛苦嘅評審團長安子謝，謝謝。謝謝小飄，還有楊培如。好，同時大家我唔記得了，下禮拜同一時間嘅收看呢，鬧熱大擂台，鬧熱聽下來，拜拜。